耶和华对摩西讲：看，犹大支派，互你的孙乌利的囝比撒勒，我已经指名来调伊。我用上帝神充满伊，互伊有智慧、有聪明、有才捌，会做逐样的工，会想出技巧的工来做金、银、铜遐的物，也会刻宝石来入伊，也会刻茶，会做逐样技巧的工。我也派但的支派阿西撒莫的囝阿何利亚伯，甲伊三角做。囝若心内有智慧的，我阁赏赐智慧伫伊的心，互伊会做一切我所吩咐你的。讲道，请陈牧师讲道，题目是用上帝的灵服侍。各位兄弟姊妹，愿恁平安。咱伫咱每一个人的厝里做礼拜，总是我相信圣神伫咱每一个人的厝里运行，要帮助咱用同一个心志来做伙来敬拜上帝。咱应该拢知影，什么叫做三位一体？三位一体就是圣父上帝、圣神、圣子耶稣、圣神上帝。虽然咱无法度用目睭看见，但是圣经对上帝的属性、对耶稣基督生平的记载，互咱会当对因有淡薄的认捌。但是圣神上帝就毋是安尼。伫圣经内面对圣神的介绍，好亲像是一光风、一口气、一种气力，一寡特别的人才会有的能力，所以互咱会感觉非常的抽象。佮加上咱每礼拜伫做的信仰告别内面，使徒圣经讲：“我信圣神，只有短短4个字。”所以圣神上帝对咱来讲，好亲像是一个真神秘的人物。咱知影有伊，也捌定定讲起伊，咱嘛会晓引用一寡甲伊有相关的经文。但是对伊生做是甚物款，咱要形容拢形容袂出来。但是咱来知影，圣神毋是新约创造出来的物件，圣神伫旧约就已经有。这表示三位一体的上帝，早就伫万物互创造出来时，就用这个形式不断伫启示帮助人来认捌伊。另外，伫圣经内面，圣神嘛有几啊种的名，有的所在称伊做上帝神，耶稣嘛称伊做保惠师。所以伫今仔日的经文进前，咱先来看几节关系圣神的这个经文，咱会当先来认捌圣神的气力甲伊的工作。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土粉敲做人，本活的气入伊的鼻孔，人就成做活的灵魂。耶稣应讲：“我实实甲恁讲，人若无对水、对圣神来生，就袂会入上帝的国。”而且咱看见圣神，伊是一个生命的气力。这个生命毋但是肉体，并且嘛有包含灵性。迄时，耶稣互圣神带到旷野，要受魔鬼试。人拖恁将恁送到的时，无伫大声挂怒，要怎样讲？当迄时所想事恁讲的话，恁就讲伊，因为毋是恁家己讲，就是圣神在讲。当圣神临到恁的时，恁毋要得到灾灵，搁伫耶路撒冷、骗犹太、甲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做我的见证。圣神甲腓力讲，进前去近我迄张车。咱伫遮看见圣神的气力是差遣，是带领，并且赏赐人气力。搁来一段是，咱看见伫约翰福音14章26节有讲，若是保惠师就是圣神，爸伫我的名所要找的，伊要将一切事教示恁，搁要互恁记得我一切所甲恁讲的。有耳孔的，就听圣神甲遮的教会所讲的。所以咱看见圣神伊有教导的气力。搁来，搁圣神嘛亲像安尼扶持咱的软者，
因为咱毋知影着怎样祈祷，照所应该的，独独信心家己用袂讲出的吐气替咱求。而且咱看见信心是体贴咱的软弱。佮下一段是讲，恁遮的虽然歹，抑阁会晓用好米互恁的囝儿，何况恁伫天里的爸，则无用信心来互求伊的人吗？则毋知恁是上帝殿，上帝神点伫恁内面吗？而且咱看见信心是要赏赐互求救的人，并且信心是住伫咱的内面。搁一段是伫创世纪第1章第1节、第2节有讲：原起头，上帝创造天甲地，地是空空混沌，深渊的面像黑暗，上帝神运动伫水面。搁一段是讲到即个约瑟，法老对伊的人生讲：咱检会找到一个亲像伊即个人，有上帝神伫伊的内面吗？哥林多前书嘛有讲，当温事有分别，若是神是像一个。所以咱看见信心是创造的，并且有创意的，赏赐人有气力，会当做这创意的工作。上尾，信心是有特殊的，而且有讲到，所以兄弟啊，就伫恁中间经有好名声，受神甲智慧充满的七人，阮就设立因管理即个事。但是信心的果子，就是仁爱、欢喜、和平、吞忍、慈悲、善良、忠信、温柔、准则，亲像这号无有律法禁伊。所以咱看见信心是有特殊的，是有时间的，是慢慢啊进行的。所以透过这经文，互咱更较认捌信心的工课。所以信心绝对毋是亲像咱所看的一寡外在表现，亲像人倒伫涂骹。亲像有人讲人听无的话，迄是一种的款式。但是咱爱知影，信心的工作是丰富、是多元、是奇妙的。所以咱袂当将因屈缩伫某一款的形式。特别伫咱无了解时，咱袂当批评别人，讲哎呀，迄个人哪遐尔奇怪，伊会讲即种人听无的话，是毋是伊啉烧酒醉啊？咱嘛袂当批评人讲，哎呀，即个人祈祷点处处，伊一点仔拢无信心。拄好我头拄仔所列的这经文，敢若是规本圣经内面一部分谈论着信心的工作尔。咱若是用搜寻软体去搜寻规本的圣经，找信心，也是上帝神，也是保惠师这关键字，就会当看见信心伫真侪所在进行真奇妙的工课。嘛会当知影讲，咱对伊的认捌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少。今仔日这段圣经，嘛是一段信心伫做工的一段的经文。伫31章的前几章，31章前几章，拢是关系圣所所伫制作的这器具，亲像是会幕，也是祭坛。也是灯台、约柜，也是祭司服这物件，但是这物件要未制作出来，这经文拢是上帝伫山顶用口头甲摩西启示的。上帝吩咐摩西讲，爱用什么款的材质，爱做什么款的寸尺，但是遐个物件要未有一个实体，所以有可能摩西伫遐哪听上帝吩咐，会哪想，哇，遐尼济物件。我是要安怎来做出来嘞？是谁会当甲我斗相共嘞？老人会当做，我要安怎将我头壳内的即个设计图来用喙来讲，互伊理解嘞？但是咱看见上帝是耶和华以勒的上帝，伫伊吩咐所有的物件爱安怎制作了后，上帝甲摩西备办同工。上帝甲摩西讲：看啊，我指派恁两个人。一个叫做比沙列，一个叫做阿赫利阿伯，这两个人来甲摩西同工。伫遮出现两个人的人名，比沙列，甲即个阿赫利阿伯。伫圣经内面无真侪关系因的资料，咱敢若知影比沙列是属伫犹太的支派，阿赫利阿伯是属伫但的支派。
但是伫遮为虾米要特别讲起因的支派？因为对遮会当看见上帝伫敬人是无用人所想袂到的角度。比撒勒伊是属伫犹太的支派，即个犹太的支派是君王的支派，亲像大鼻王耶稣拢是出伫即个支派。但是阿荷利亚伯是属伫但，即个但是一个真细的支派，甚至以色列人对伫但即个支派无真好的评价。会讲因背道，讲因制造偶像，所以伫人的眼光看起来，这两个支派实在是差非常非常的多。毋过上帝对这两个支派来竞选这两个人，这表示上帝敬人用人是无伫考虑人的家庭背景。另外，咱也会记得，原本伫圣所服侍只有利未支派这个支派。嘛，只有阿伦的后代才会当做祭司，所以圣所的服侍看起来敢若是某一寡人会得权，但是对治比撒勒甲阿荷利亚伯，因会当参与服侍，咱看见圣神拍开服侍的门，并且突破服侍的限制。所以会有这个代志，关键在伫第3节，上帝讲：我用神充满伊。互伊有智慧、有聪明、有才目，会做逐样的工，会想出技巧的工来做遮个物件。圣殿所有要服侍、要用的遮个器具，所以咱看见比撒勒伊会当做遐尼侪种的物件，是因为上帝神充满伊，互伊有聪明、智慧来做逐样的工。兄弟姊妹，出身即个问题伫现代已经毋是问题。因为咱知宗教改革以后，万民皆祭司，咱参加任何服侍，拢无有任何资格的限制。但是，咱较定定互家己的想法来限制掉。有时咱认为家己啥物拢袂晓做，我学历无真悬，我也毋是中级，我毋捌做过遮个代志。当咱提出遮个理由，就已经伫限制圣神无限的可能性，所以咱需要求圣神拍开咱的目睭，突破咱的心，互咱看见上帝要伫咱身上所彰显的迄个快乐甲稳定，并且因为安尼，互咱来产生信心甲勇气。咱看见真侪奇妙的事，就是伫人用勇气去踏出迄第一骹步，就来发生。咱来看供应以利亚先知生活迄个寡妇。伊散干的啥物拢无，但是伊若无大声将伊厝内一点点的面粉甲油来做饼供应互即个先知的时，伊哪有可能去经验上帝的供应咧？咱看耶稣的学生彼得，伊若无对真理踏出迄第一骹步，伊是要安怎去经历行伫海面的神业？所以以后若阁有人来邀请你服侍，请你莫先急着拒绝，因拒绝是魔鬼上爱的一个机会，因为伊上爱人徛伫边仔看，无要服侍。伊上爱的就是咱不断去注意家己的软弱，较袂记你信心的困难。但是当然，上帝呼召咱服侍，咱会非常惊吓，咱会怀疑家己敢会当来做上帝的圣工。但是你会当先将家己想做是一个碗，当你是一个碗的时，大心你就爱将原本底伫物件、底伫内面的遮物件来摒互掉，清好清气，然后你才有空间来承接上帝要赏赐的快乐甲稳定。另外，这段经文嘛有一点非常有意思的是，咱知以色列人是游牧的民族，安尼这两个人的手艺是对倒位来的咧？所以真有可能是因伫埃及的时对遐埃及人学来的，甚至嘛有可能因是专门伫埃及服侍遮埃及的贵族，因伫制作遮贵族所使用的器具。但是因的专业甲以色列人无同，所以可能因会互笑讲：
哎呀，咱的祖先对自古以来就是饲牛饲羊的，啊，你学迄有啥物路用咧？但是伫即段经文，互咱看见，当上帝呼召咱来服侍伊的时，咱伫世间所学的，逐样的财物，拢要互上帝来使用。所以兄弟姊妹，毋通看轻咱伫世间所学的遮个财物。有时阵，咱会想讲，哎呀，上帝，我学的遮个也无法度摕来圣殿来服侍你。但是上帝嘛会用遮个来去做上帝国的事工，因为上帝国的事工毋若限伫教会那尔。所以咱即马较毋是鼓励所有的人落去读神学院，拢是做传道者。咱较鼓励是兄弟姊妹会当做大职的服侍，意思就是你平常靠你的专业伫过生活，伫趁钱。但是你嘛会当利用你的专业来服侍上帝。亲像今仔日咱的周报第1页有刊一位布兰医生，伊是差不多200年前的一个公卫专家。所以咱即马每一天咱咧开电视咧看的即个疫情公告甲隔离，拢是伊提倡的。伊的生平就互咱看出，伊是一个真好的基督徒。当伊在读医学院的时，伊写讲，伊毋是要为着趁大钱，伊是为着要实践疼你的厝边。伊毕业了后，伊加入海军的军医，嘛是为着要照顾这军人，实践疼人亲像家己的界面。所以这就是一种大职的服侍。伊是一个医生，伊有伊的专业，但是伊用伊的专业来服侍上帝。所以有当时啊，咱伫做工课，咱伫做咱的工作的时，咱会感觉哦，迄个压力对咱对甲非常，感觉咱非常生气，无想要做。但是爱知影，咱的专业即个物件，即项物件的本身毋是错误，毋是一种罪。错误的是咱的工作的环境，还是人会做，致到咱伫做工课时非常的无快乐。但是这技术、这专业，拢是上帝发明的。伊用比撒勒，伊用阿和利亚伯因的专业来制造圣所的这器具。所以兄弟姊妹，上帝嘛要使用你的专业。亲像咱的教会需要有音乐的专业，有财务管理的专业，煮饭的专业，音控直播的专业，这拢是咱会当用来服侍上帝。咱嘛知，伫现代有真侪国家禁止宣教师进入因的国家，但是因欢迎的是有专业的人员会当去帮助因的人民，所以有的宣教师就用因的专业进入迄个国家。所以兄弟姊妹，千万毋通看轻咱每一日在做的代志，咱会当思考的是，我要安怎使用伊，伫什么所在来服侍上帝。过来，咱会当看见圣经伫即段经文最讲第2项代志，就是伫第6节有讲，我也派但的支派阿希撒抹的囝阿和利亚伯，甲伊3甲做，轻描淡写就过去。但是兄弟姊妹，当咱甲人同工，当咱甲别人做一项代志的时，迄个意见无同。个性无同，价值观无同，所引起的冲突紧张，我相信绝对毋是讲甲伊3甲做这几个字就会当来解决的。但是透过这段经文，互咱看见，若有圣神的带领，人甲人是会当同心来完成上帝的圣工。咱来看一段经文，伫以弗所书第4章第3节到第6节，伫遮讲用和平相结连。伫以守圣神所想事的合一，因为体一个，神一个，亲像恁受掉仰望也是一个，主一个，神一个，洗礼一个，上帝一个，做众人的爸，伫万有的顶面，贯穿伫万有，点伫万有的。上帝造人原本就是无共款的。
所以上帝嘛爱咱发挥咱每一个人的恩赐才调，爱咱发挥咱家己特别的迄个创造的想法来服侍伊。但是上帝嘛命令咱爱伫圣神的内面进入合一，甲其他的人合作。这段经文内面，互咱感觉讲，即个第一个出现的比撒勒，伊是工头；然后第二位出现的即个阿荷利亚伯，是上帝调伊来互比撒勒来采用的一个人。毋过毋是安尼哦，即个阿荷利亚伯也有出现伫出埃及35章，而且安怎形容咧？而且讲，搁伫互伊甲但的支派阿希撒末的囝。阿荷利亚伯心有灵巧的教士人，所以伫这段经文表示，因两个人是平等的地位，毋是因两个人毋若是手会晓做遮个工，因两个人嘛是老师，会晓教导其他的人做伙来制作圣所的遮个器具。兄弟姊妹，这互咱来思考，两个平等的人要做工，敢简单咧？夫妻两个人咧处理，要解决囡仔的问题的时，敢会当当心咧？公司的两个经理要做伙做一个专案，敢会当和谐沟通咧？两位长老要合作一个事工，敢一定非常顺利？两个牧师伫一间教会团队服侍，敢拢是成功的案例咧？其实，咱的身躯边已经真侪人甲人中间无法度同心合意同工的代志，特别伫疫情爆发的即时阵，搁较是考验。咱每一个人关伫厝里，无法度出去，厝内空间搁真细，是毋是冲突定定发生？是毋是你看我无顺眼，我看你哪来哪想去的情形，每工拢伫出现咧？所以，咱非常会当体会到讲，人甲人同工的迄个困难性。但是，为什么这段经文会当用这几个字就带过讲，甲伊同工，甚至了后规个圣所的物件，拢总伫这两个人的带领下面顺利来完工？为什么咧？兼讲因拢无有家己的想法吗？一定有，但是圣神伫引带。圣神伫带领，圣神伫因的内面。圣神不但赏赐互因聪明智慧，圣神也伫因的内面赏赐互因和平，互因会当合一。伫圣经内面嘛有几啊段关系即个合一所带来的即个神业。咱上知的《使徒行传》第4章31节、32节有讲，当遮的信徒伫祈祷说。自即个所在大震动，众人拢受圣神充满，好胆讲上帝的道理。信的人拢一心一志，无人讲伊所有的属家己是逐项面做讲的。这段经文上大的神者不在伫讲遮个人会当去传上帝的道。这段经文上大的神者是讲啥？遮个人伫圣神感动下面，将家己有的物件拢摕出来。公家用，做伙分享，这敢有可能诶？人的本性本来就是自私的，若无圣神感动，是无可能摕出家己厝内物件去甲别人分享。咱看见真侪人去抢卫生纸，去抢酒精，去抢肉，去抢菜，所有的超市物件拢刮空，拢清空。这人敢有想着要留一寡，互其他的人来买咧？无嘛，因为我惊我家己食无。所以人拢是自私的心态。但是伫圣神带领下面，圣神充满这个人的下面，咱看见初代教会做出美好的见证。所以合一是咱全世界所做上好的一个见证。合一毋是讲我无家己的想法，是讲异中求同。即个同是指同一个上帝。合一嘛毋是讲我做一个好人，啥物拢毋敢讲，
是讲咱用同理的立场，伫听心内面讲真实的话。听的人嘛，毋免用敏感的玻璃心来听。好的建议，咱就接受；但是无健康的话，咱就伫主的内面来原谅伊，因为主嘛是安尼伫赦免咱。亲像咱伫主祷文内面讲啥，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赦免阮的辜负，亲像上帝你嘛有赦免阮共款，所以阮嘛爱来赦免别人。当咱甲别人的关系内面有一个合一，就是伫即个冲突分裂的世界做出好的见证。另外，伫一项事咱嘛会当合一，就是祈祷。当咱伫祈祷的事内面，甲人同工，产生的快乐就超越咱的想象。伫1989年，德国要是分做东德甲西德。但是伫11月9号迄天，柏林围墙互摔倒。这个画面透过新闻传到全世界。原本一个项爱靠武力、靠战争来解决的代志，竟然是透过一群人自执祈祷来改变。对1982年开始，有一位富勒牧师，伊伫伊的教会发起一个和平祈祷会。这个祈祷会欢迎所有人参加，因关心的毋那是灵性的需要，伊嘛关心社会也是国家的议题。所以这个祈祷会人数不断的增加，所以嘛开始互这懂得的秘密警察来监控。但是这无吓惊这群人，因不断的祈祷。所以到第7年了后，伫1989年的10月9号。这个富勒牧师伫祈祷会大声宣告讲：今仔日咱的祈祷会要徛出去，咱要对和平统一的祈求要传扬出去，求上帝的手亲自带领保守，互咱的祈祷游行会当用和平的方法、无流血方法来成就。伫迄阵有真侪秘密警察提枪伫遐威胁因，但是伫迄天拢总7万的人。无摕任何武器，因只有手提蜡烛，用和平的方式来提出因的诉求。伫迄天，咱就知奇妙的事发生啊！富勒牧师后来讲，这是一个新约，是上帝对这个国家、对伊的民族的恩典。所以，搁一届邀请咱的兄弟姊妹来参加拜三的祈祷会。因祈祷嘛是伫信心内面合一的一种服侍。这3个礼拜以来，拢有30几位兄弟伫线上做伙来祈祷。虽然咱毋是实体组织，但是相信每一个人伫厝里的祈祷，拢要亲像香的香传到上帝面前。认为咱的人生充满意外，并且是真短暂。但是咱知影上有价值的，就是上帝拯救的计划已经临到咱。但是咱袂当干那停留伫遐，袂当停留伫讲信耶稣得永活安尼一个层面。咱来踏出咱的界限，用服侍来回应恩典。毋过靠家己的快乐来服侍，一定做袂久，也做袂好，有时嘛会感觉真野心。但是今仔日的经文启示咱，信心甲咱伫地。信心会享受教育的聪明智慧，信心会找人来甲你同工。嘛，请咱会记哩，毋是咱家己伫做这个代志，咱是上帝的同工。既然咱是上帝的同工，咱用的时间、精神一点仔拢无浪费，因为上帝要纪念。所以，希望咱伫疫情伫处理的这段时间，咱搁较会当来思考上帝互你的恩赐。你要安怎来使用这个恩赐？等疫情过去，咱就会当甲上帝讲：上帝啊，我已经准备好势，请你来垂听我。咱做伙来祈祷。